现在文书礼赞藏文，应该大致上是可以，自己也可以念嘛，对不对？准备样的对吧？看我嘛修说，那么当公布准备样了，恰切咯。看给老者今年真的年的那么大，热些为。今年推广基信17年给土嘎来帮进，看到西边正让马里门头东眼开始为，着作滚拉普及大致养啊出去养点松，祝大家去着原木。尼龙来给加州住在近，马里没些东岸牛个今年住在热之南，对呢，他进社区打算原定绿洲改善土为过，就差就当就你现在。大陆门前江北一样了，对。我马拉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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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拉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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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拉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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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今天开个开了20开，大陆地目门把热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刀把一。罗着宝贝让我在头上。我们上个礼拜上到这里了吗？是吗？上到这里吗？从这里开始吗？哦，这个上过对不对？这上面啊。OK， 那我们从这里面开始咯。先生词，这边的生词，捏康，捏啦捏，康啊康，捏康，捏康，对吧？一般是捏了，我们是睡的意思嘛。捏本身是睡的地方的，睡的地方房子，那个康就是房子嘛。就是睡的地方，那就是宿舍哇，或者我们这边寝室也好，我这边翻译成了宿舍，或者是寝室嘛，中文也可以说寝室嘛，啊，捏康，卡拉达拉那洛卡洛，拉那洛卡洛，卡拉达拉那洛卡洛。落，捏康，起，落，key 中间一个属格，如果中间加一个属格的话，那宿舍的店嘛。捏康起落，康贝落，健康。学过吧？健康，
健康，哦，教室健康，甚至是乐康，乐康，是吧？乐康기록，乐康기록，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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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기록。所以那个中间那个 key 就是属歌的什么宿舍的教室的啊。是口上哪都是他是口上哪都是他是落是关灯落是哦，这是关灯的意思，或者没事什么火熄灭嘛，哦，关火或者是熄灭或者灭火，没事这个是发音因为一个是什么杀的意思，杀有miss 杀人的那个是 miss 有这个发音miss 发音。现在这边是关关落是吧？落是miss 夜间期落是夜间期落是什么意思？对，关宿舍的店嘛，啊，夜间期落是夜间期落是啊，关佛学班的灯，佛学班，能去警戒落是，或者你们又刚刚谈到什么缺康期落是，是吧？缺康期落是，缺康就是佛堂啊，佛堂关佛堂的灯，缺康期落是，能去警戒落是，夜间期落是，住婆加是不是住？口加有个字卡字，足迹，这跟中文一样嘛？的十根加一十根一是足迹，直到从11到19是重复哦，足迹、中意、作松、足是、将啊、足处、足段、足业、足顾。哦，你数到20的时候就你数，你数，好像我们数字我们这样 ，OK，这里也可以，健康足迹，健康足迹，健康足迹，有嘞，健康足迹有嘞。健康足迹有嘞，什么意思？11天啊，11间宿舍，对，11间宿舍啊，有11间宿舍，健康足迹有嘞，健康足迹有嘞，有多少宿舍？怎么说？那就这个，对，哦，卡字，健康卡字有嘞，因为卡字是多少嘛，对不对？健康卡字有嘞，其实这些字你们都学过，有时候你们字的
配起来的时候，搭配的时候就会忘记嘛，对，啊，你看卡最有嘞，你看卡最有嘞，OK，好，那我们就修出去，下手就出，他拿着车打车，出去，卡，他拿着车打车，卡车，拉，多，嘎拿着公啊公，公啊公，本身是卡嘛，这现在是变成浊音就嘎，多，嘎拿着公啊公。嘎那罗公啊公，马那罗莫，公木，马那罗莫，啊有一，公木，这就属歌了，属歌啊，公木，公木，让啊让，萨巴达巴呀的加那罗中啊中。巴亚的加那罗中啊中让中让中，卡拉的查，卡拉的查那罗车啦车，查那罗车啦车车，卡亚的卡一个 key， 卡一个 key， 拉正不热他热，出去热，出去热。出去，出去，卡去啦，卡去啦，公门，公门，让中，让中，出去热，出去热，出去卡去啦，出去卡去啦，公门让中。公门让中，出个人，这个时候就刻意不用念人，就发音出个人，拉萨的，出去卡住了出个人，出去卡住了，哦不对不起，出去卡住了，这如果是比较短一点的，这个我们造句比较有点长嘛。比如说几点钟结束嘛？那就是卡住了，出个人几点钟结束嘛？我们就不用特别讲什么什么，对吧？我们直接讲就是卡住了，出个人就先可以学到这一点可以也可以背下来，就是卡住了，出个人，出个人，出就是有结束的意思嘛就是卡住了。出个人，这问的是什么时候结束？那你问的是什么？关于什么方面要结束？所以就加了一个让中，让中，所以你就可以说出去卡住了，让中出个人，出去卡住了，让中出个人。自习什么时候结束嘛？自习课什么时候结束？那就关于这个自习是什么时候的？早上的自习还是中午的自校的？那再加一个公墓，公墓让中，公墓让中，晚自习，晚自习。所以晚自习什么时候结束？这关于单一这个造句了。觉得太长的话，正去学嘛。出去卡住了，出个人。甚至我们通常是几点的时候，出去卡住几点嘛？那你们问别人现在几点或者几点，就是关于单一级的，出去卡住出去卡住。卡住的话，那有很多多少是书贴不卡住
那你前提上面已经有时间的话，那你就可以讲卡字，那已经有话题了嘛，前面的话题就知道人家就说多时间。但是你没有这个前提的话语的情況下，你就直接用前面是什麼樣的卡字，什麼東西，那就是出自卡字。米卡字，多少人啊？米卡字，是吧？出自卡字。哦，还有什么卡字？贝夏吗？贝夏卡字有多少钱？贝夏卡字。还有呢？还有什么卡字？应该很多有。汤哥卡字。汤哥卡字。对啊，汤哥卡字。多远？多远的话是不会。公里卡在，基里卡在是吧？基里卡在，你说公里卡在嘛？公里是藏文里面是基里嘛？基里卡在，基里卡在，所以卡在的方面你都问多少都是用这个卡在。您卡在，对，您卡在，这些字单字都学过，所以用的时候就会有点会卡卡的嘛，所以从名词开始来学，然后再加一点字，那就变成一个比较长一点的造句了。像这种造句是对于你们来说是比较算长吗？也有些还可以吧，应该不是。如果觉得这种造句是长的话，你就先单一的就是卡这，就是知道是几点。那주기래什么时候结束再加上是什么样的东西要结束，那就是卡这了。랑종 주기래那랑종是自习，那什么样的랑종？공문 랑종晚自习。好，我们一起来出句。卡这了，공문 랑종 주기래出句。卡这了，공문 랑종 주기래你们这叫发音，口语的发音啊，주기래对주기래好，那就这边就已经回答了嘛，就是주발这是哪一个嘛，对不对？주발或者是주발라这两个都可以嘛。就是주발就是주발就是주발라所以像比方说像这种주발你字典里面查不到这种주발完全查不到，你要把那个那个去掉才会字典里面看得到주발字典里面没有주발这个字典里面你查不到，所以那个是文法，先知道这是文法的问题。就是주발 공무就是一个名词嘛，对不对？공무那是晚上，那这边有一个属格공무 랑종 주기래这里面就只有加了一个回复的时候10点嘛，其余的都在这个上面，对不对？就是了。可以直接说秋最揪啦，公妹让众绝起了，一定要加那个吧，揪吧，一定要讲揪吧。你如果说秋最揪了，好像是有10个小时才下课，秋最揪了。你不加那个吧的话，秋最揪了，公妹让就出来就是。可是下面的11点，他就揪记。就直接揪记的揪记就没有这个不会讲到揪记吧？
没有这种说法，足记吧。如果讲足记吧的话，那就是第11名。为什么10要加把？对啊，为什么10点钟要加把，然后11点钟就不用加把？你看，汤波、尼巴、松巴、西巴、阿巴、土巴、顿巴、给巴、古巴、猪巴，全部都有加吧。就你就没有加，就记了，就腻了，就松了，就不用加吧啊。那就那是拿了一个也要啊，加那是拿了就有加，对啊，就记了，不能用就记的，没有这种这个拿那个的话是要就记，因为一定要加拿，不能用加，不能加巴，这个是文法的，你这个后加字卡后面不可能要就这个加这个是吧？这是文法的问题。哦，没有，如果不是用就吧，直接讲就在就啦，就会变成是10个小时的意思。对，那这样子下面的就在就记也可以变11个小时哦。不会，其实就记了。为什么不会变11个？那11个小时那11个小时要怎么讲？等什么11个小时。啊？这个时候，也跟11小时的差别。你说就是就记了，你说11个小时跟11点，其实就记，其实就记，其实就记，这个是应该要问问题，前面的问题来区分，就记是没有差别。你说会多久？会要花11个小时，要花11个小时的话，出去就记过可以，出去就记过可以，那个时候是就会要多久呢？要11个小时，但是同样用了就记，出去就记过可以，这个应该要看前后的字来去辨别。关于这个就记没有什么差别。所以11个小时跟11点是长得一样，是长得一模一样。应该用就记啊，就记过个的，那就是等于就是拖11个小时。要看上下文就对了。就记过。了解啊，上礼拜一样。但如果是11个小时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加啦那个？哪一个？如果是11小时，就不用加啦。对，你如果11个小时，那不用加了，就记过个的。可是反正要讲10点钟的话，就一定要用98就对了，就规定的。是就吧，对，就一定要就如果是10点的话，一定要讲就吧，不能讲就。好，了解，谢谢老师。就是就了，那就知道一定那个讲外国人可以听得懂，其实就了老些个的，其实就了老些个的。那这边有其实就记拿这个有这个拿的时候就已经是它是11点了，其实就记了，就知道它是11点。要问问题的时候是会拖几个小时，几点钟上课？那这2个问题里面用的注记都是用注记，但是问问题的是你问的是几个小时还是几点，回答的时候都是注记，这个没有差别。好，还有这里面有其他的问题吗？你们，Nhà kháng, nhà là nhel,
看啊看，卡有去，卡拉达拉那落卡落，恰小就处，恰小就处，恰小就处，他那的处的处，处字卡，他那的处的处，啦，卡住啦。口上那的是的是，是的是，盖的也有个记，也有个记，那种不热的热，眼看起，出字，哦，眼看起落，出字，卡住了，是个人，眼看起落，出字卡住了。是个人，出字就记了，是个人，啊，有，出字就记了，是个人，出字就记了，就记了，是个人，啊，但我你们因为没有逗号，就要你们要停顿的时候就要。2句要停顿，还是3句上面停顿？你这个3个字或是2个字时候停顿，你这个切好的话，那就很标准，就会啊。出字就记了，是个人。出字就记了，是个人。出字就记了，落是个人。这里就没有讲到落嘛，就已经知道前面讲到了。说什么时候灯会关嘛？熄灯，那你就这个后面的时候，你不要说刻意讲灯，直接就说是个人，对不对？啊，你们来，你们自己念一下，你们一起。哦，是个人。啊，确实就记了，是个人。确实就记了，是个人。出字不是出字，出字，出字。哦，这也是刻意我们用这边口上的是的是，那是口语直接你讲噻，就是考出了这个人，没有不用那个哪肉的发音你不用发，对，就是口语就是考出了这个人。啊，哪肉你们就口语当中就哪肉那个哪肉那个你发音不用，就是考出了。就念人家也讲出来的时候，你听不到那个是，不会刻意讲是，就是考出了这个人，是口萨的是，萨的是，就是考出了这个人，考出了这个人，落就是考出了这个人。对，这个人家讲给你的时候，只会发音发出这个音，不会刻意就是考出了是个人。刻意还要强调是个人，不会这样刻意。你们听到的是 say， 不会听到是啊。这些是口语上面的发音，要注意这个字还好，因为是本身是跟 say 的差异而已，没有太大的那个差别。那是也有。哪路也要可以，上面就可以那个切基人有吗？也是切基人。这个吗？这个也我说口语就不用啊。下面这个切基人。就是最近吧，我们然后就求个人。这个时候呢，这个
你说对啊，就是就到二句啊，就是就把了国民党就，我知道你说第三个嘛，现在我们再来记第二个啊，就是就把国民党就举个例，这个时候要会回答的时候会惯用上面就会回答的时候这举个例，就是就记了国民党就举个例。这个人不会说不会想到人，不会发出那个人，他的回复的时候一定会发出这个这个人，自然的很自然的会就记了这个人，就记了这个人，这个人，那啊不行，这个不行，没有这种。这后面的这些，特别是有些字是像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发出来的这是不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发问题的时候是卡住了这个人，会用到人发出来的是，那回复的时候会发出这个人，就记了这个人，这个很细心的去观察的时候才会，特别是你们外国人才会觉得这两个发音会，因为我们自己藏人是早期的话不会去注意到这两个 “re” 跟 “re” 发出来的声音，是外国人发现你们怎么能这个发音好像不一样啊？确实是不一样。好，这个我们就练习一下吧。从这边开始，名字也知道啊。그냥 기체나 가래슈기 그래 联名嘛，我的名字，嗯，nghệ名là麒麟瑞。 지린나 출처의 가설이라 고모의 양종 죄기제 출제 출발 공무의 양종 죄기래. 니강기로 출처의 가설이라 쓰기제 출제 출제 주칙라 쓰기래. 这边注记啊，这边是有点像连音嘛，对不对？你们其他的都会知道。这个注记其实就记嘛，就记，但是你念出来的时候就是注记，婆加是就好像是这个婆加是注个注记，没有直接说就记，单音嘛就记嘛就记，但是直接就记，有这个就这个发音，有这个就这个发音的时候，这里好像没有这个点，对，就记啊。可以会嘴巴出来。足迹，对，足迹，中你足松足，对，本来是在这里，但是发音的时候呢，就会有连音的时候。秋平啦，就这卡这啦，公母让众 shakiri。 秋翠酒吧公威让众 Jackie Ray。 nghệ khang thì lục
眼看起落出这卡这啦，说起来，手吹手指啦，说起来。叫人起名啦，会会啦。手吹卡吹啦，空妹人种吹起来。手吹手巴啦，公母人种出去嘞，眼看起落，手吹卡吹啦，说起来。手吹手指啦，说起嘞，说个的，说个的，说起嘞，手指啦，手吹卡吹啦，公妹嘛，公妹。公母，拱木对拱木，没有那个属格的话，拱木，公妹，晚上，那有个属格拱要那个音要念出来嘛，拱木公母，就有点相当于晚上的，对不对？公母人种说起，人种做起嘞，出去嘞，对对对，吃跟做要换。蔬菜酒吧公母人种出去嘞，您看见露出出家吹啦，说起嘞，蔬菜酒指啦出去嘞，水个的，出去嘞，完了，一下忘了。一下被空白。冰箱啦，出菜卡子啦，公母硬种出去嘞。出菜酒吧公母人种出去嘞，眼看起落出菜卡子啦，出去嘞。食去嘞，出去嘞。对或者对，C 吗？出去，好，出去。对你两个发音都可以说啊，卡最说个的，卡最了说个的，就是你不用那个漏掉那个哪了也没关系，就是口语说个的，就是卡最了说个的。好了，食去嘞。出菜酒指啦，说起嘞，水啦，出菜卡菜啦，公母人种出去嘞，手吹酒吧公妹人种出去嘞。眼看见落出菜卡菜啦，说起嘞，手吹手指啦，说起嘞。手吹平语啦，手吹卡吹啦，公妹人种出去嘞。出错就把公母人种出去嘞，眼看起落出吹卡吹啦，说起嘞。出错就记啦，手机嘞，ivy啦，起错卡错啦，公母人种出去嘞，就句出错只把公母人种出去嘞。ivy 啦，你看给肉出处卡册啦，手机嘞。出处就记啦，说起嘞，起人去联名啦。小基，你叫什么名字？十个月是就要吃啊，啥子？你要用了千啊，那千有时候是
拆了卡的十个药，那有点问了，晚上吃什么？拆了卡的十个药，然后说，那个发音拆了卡的十个月，对，拆了卡的十个月，拆跟晚上跟那个敬语的名是发音一样的，对，一样的。你要用敬语的时候，就是刚刚同学用的拆，加上个拆了卡的，后面那个十个月，谁？拉错啦，感抽出卡错啦，狗摸拉住就给瑞。就是卡车了，我们朗中去过的，出出酒吧共们人中吹起来，那康，给用切出卡切啦，随个的，苏给瑞。出出酒记啦，吹起来。对，也是那边的，也是那皮育路线，就是卡车了皮育路线去过的，是可能的。醫生啦，出出卡車啦，俾六千吹起來。拱门皮育加可以加拱门皮育，我们是晚上的课嘛，对。醫生啦，出出卡車啦，共們俾人中吹起來。可以，朗中。出出酒吧共摸陪一6000吹起者，古巴哈，酒吧了，古巴马操。夜康起落，出出卡車啦，吹起來。出出酒记了随个者。好，谢谢。好，下面。私は次へ。そうすの、超いいね、おど。ロセバダル、かけ、ロバロアイ、原始シェタン、ボロアレベ。波罗，热波罗，热波罗，我们刚刚说是关嘛，塞，那就是开波罗。热波罗热波罗不是热，热波罗，但是口语我们这边讲的热巴拉，热塞，热巴拉，热塞，怎么写？萨巴达巴拉巴拉，萨巴达巴拉巴拉，看。萨巴达巴拉巴拉，那刚刚热波罗嘛，热波罗，有讲不的哪路热波罗那就不用口语直接讲巴拉热巴拉，哪里写的热波罗，热巴拉热塞，就这两个是相反的 ，opposite， 热巴拉热塞。热巴热塞，开门关门就不是这个吧？对，国旗国旗，这个好问题。国旗，因为这个开关是你们认为开门开关开灯开关，中文是一样嘛，对不对？中文一样，同学，藏文不一样，藏文不会说国巴的。不会这么说国巴，就是国旗国旗，对，国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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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发音是国家。还有国家，国家就是关的意思，国家。关开门，关门这个会用切夹，国夹，国夹就是关，国切。中文一样，藏文是不一样。国夹国切。那是小。从这英文也不一样嘛 ，close， ，OK， 还有问题吗？老说你 next， 这个你们都学过，早期都学过的，我们6个7个星期。那个沙，口沙，心嘛，心沙达瓦，沙密码，马就个米卡米，头马拉马，密码。sa mingmar salhakpa lalhapta lak lahapta lak拉萨，你们拉萨会念得懂吗？拉萨，哈跟哈是有区别啊。你们现在念发音，有的我听没错的话，你们直接念那个哈，这是哈吗？哈。那哈前面上面要加一个拉的话，那怎么念？拉哈大哈，把舌头顶在那个上颚的，对，因为那个单音的话，那不用顶啊，哈，舌头不用顶嘛，哈，舌头不用顶在上面，哈。现在有拉，前面有拉，上拉大拉，哦，拉巴，噗，沙瀑布，沙巴桑，沙边巴，沙尼玛，沙达瓦，沙米玛，沙拉巴，沙瀑布，沙巴桑，沙边巴。沙尼玛，沙达瓦，听啥个嘞？听啥拉瓜？我故意不接拉瓜，听啥拉瓜嘞？拉瓜的，听啥拉瓜？
Tirin salhakpa. Tirin salhakpa re. Sangi sakare. Sangi. Re. Sangi sapupuro. Sangi sapupure. Sangi. Kesa sakare. Kesa. Kesa. Oh, kesa samima. Kesa samima. Kesa samima. Kasa samima. Tirin salhakpa. Sangi sapupu. Sangi sapupu. Nang. Nang 你看 Nang 后天 Nang 沙巴上对 Nang 沙巴上对 Nang 沙巴上 Nang 沙巴上啊 Tirin 声音 Nang Kasan 看音 看音 Kasan 看音Kasan 看音 看美人看好，先可以先把这个起。打哇，密码，哈巴，瀑布，巴上，边巴，你妈，你妈，啊，巴上巧啊滚了上，巴上巧啊滚了上。上，我们会有一种俗语是，星期五做事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运气很好的意思，很顺，最殊胜。巴上巧啊滚了上，啥巴上就是礼拜五呢，事情很顺，就是很殊胜、很顺利的。巴上巧啊滚了上，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了。民间的这个我们民间一个俗话里面，也就是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巴上比较好，这不是有看星座吗？OK， 我们就下面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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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意，介意，警察，警察，囊去警察，囊去警察，介意警察，介意警察。六千，六千，六千，囊去六千，囊去六千，介意六千，介意六千，介意真的可对人，这样做介意真的可对人，介意真的可对人。可对，什么时候是吧？可对，介意真的可对人。语言嘛，介意是语言的，语言课我们的佛学班哪去真的吧？介意语言呢，介意真的可对人。萨拉巴罗，萨拉巴拉给真的是，礼拜三7点，先讲礼拜三，萨拉巴，车子，顿巴拉热，萨拉巴，车子。顿巴拉热介意六千可对人，介意六千可对人，
可以加一个给音，如果啥陪意给陪意给，我不行加。啊，要是给意落成啥，他吧，就是他啥他吧，公母就是对不啦，人，可以，就是对吧？你不用加这些，已经问了，人家问你，不用后面那个不用加，就是对吧？7点到9点怎么说？就是对吧？네 구바 파라 啊，7点到9点네 파라，你对吧？네 구바，这可以，对吧？네 구바 파라，中间加一个네，然后有个파라，啊，7点到9点嘛，7点到9点，对吧？네 구바 파라。什么什么呢？什么什么爬7点到。啊，这里没有顶的连号，也不知道什么讲时间的。哪句真的？看对了。可以先撒火鸡了，撒火鸡了，撒火鸡一个星期嘛，一个礼拜，撒火鸡了，哪句真的？卡最有嘞。你有了，对，你有没得？你有了，是吧？撒火鸡了。撒火鸡了，哪句真的？你有了，啥可对的？啥瀑布当？啥边巴了？这个人家会问你们哦，这个你们一定要会回答。不是啊，人家藏人，你们会其他东西的藏人妈妈会问问题啊。你们去上基金会佛学班啊，你看这哪就真的了，如果有的，你早我进来哪就真的可这有的啊？你说什么？你说那到时候你要不要？他跟我说，你就那说，他跟我说。我们先休息。比较方便。可以啊，很快，我就看了，他再去买。对，我已经太喜欢。
所以学语言，任何一个语言应该都一样吧？发音那个很重要，发音不发的不准，学多数生字都几乎没有用，人家听不懂你在念什么。讲前几句人听不懂，然后后面的就不敢讲，人家听不懂。OK， 我们这个是生词应该可以吗？囊去、介意、警察、六千、OK。字比较少吗？到了，提林，热萨，卡雷，热，提林热萨，卡雷热。这个卡雷可以代替这个扛，不用讲。如果你不讲卡雷的话，那你就用扛。提林热萨，扛热。提林热萨扛着这个是在口语里面会念扛着，提林热萨扛着到了，提林热萨扛着，热萨是星期嘛，星期。我们前面的那个里面啥，那也可以讲热萨，热萨到啊。Rasa dawa, rasa nima, rasa dawa, rasa mima, rasa lakpa, rasa pupu, rasa pasa, rasa nima, rasa memba, rasa nima。所以这个啥也好，rasa 这两个都通用。对，可以啊，提林萨卡的，就直接用提林萨卡的，不用刻意讲这是，啊，提林萨卡的，提林热萨密码的，提林热萨密码的，提林热萨密码的呗。提林热萨卡着的，提林热萨塔巴的，你脑什么？你脑多？这是错的嘛？那在课本上的，我们这刚好今天是礼拜3嘛，但是这个是礼拜2。给上了，热萨卡的，用过的。给上了，热萨可对用过的，热萨可对用过的，热萨可对用过的，热萨卡巴用过的，热萨卡巴用过的，在这个可对跟这里的可对跟卡巴是代用，卡巴了。这是卡巴用过的，卡巴，其实一般来讲，卡巴就是哪里，现在这里用的是这是卡巴，意思是就是，哪个礼拜，哪个，这里卡巴是有点像可对，跟卡巴的意思一样，在这里，卡巴有。在哪里？通常卡巴就是哪里的意思。卡巴有，키랑卡巴有。对，你在哪里？키랑卡巴有。我落车了哟。我进车了哟。我进看了哟。在教室嘛，我进看。
所以通常卡巴就是哪里哪里的意思，但在这里的意思不能说哪里，这个相当于可对，也就有点像什么时候哪一个，也就是说哪个礼拜会来的意思，哪个礼拜啊？계산라 레스 그드 용그레 콩 레스 푸불라 용그레 콩 레스 푸불라 용그레 对，星期四啊，周三。Here we come on with us. 中文跟英文都说礼拜三嘛，那赵文是你们课本里面有这个吗？课本里面是礼拜几？那应该要改藏文，改一个就可以了吧？你要中文改的话，用英文也要改，是。啊。是吗？课本留什么？那课本那就是翻译的那个中文跟英文要。这个人是跟啥都一样，你们方便看啥比较顺畅的话，那你应该啥瀑布，要不用念日萨，但是你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名词日萨，星期会念日萨跟啥这两个都可以啊，日萨边吧或者啥边吧啊，啥瀑布或者日萨瀑布，都是在讲星期啊。可以问个额外的，就是电话的卡巴跟那个卡巴有不一样吗？电话它是怎么说？电话是卡巴嘛？卡巴啊，跟这个卡巴有不一样吗？这个是卡，一个是卡，一个是卡。卡巴尔，不会念卡巴尔，这是卡巴尔吗？这是卡巴尔，卡巴尔，发音有差别吗？你们抓得住吗？卡巴尔，对。有点像你们的这个卡波的卡波面包吗？有一个卡波吗？卡波面包吗？那个卡，那个发音就是那个卡巴，不会念卡波嘛？如果念这个卡的话，不会念卡波，卡波。这个有发音有啊？对，素食的一个。那个发音有抓到哈，就是这个卡巴，听起来你们会觉得这两个一样吗？啊。对，卡巴哪里就是用这个卡巴，对不对？卡巴哪里卡巴，哪里也可以这样用。对啊，卡巴。哦，哪里就是这个卡巴啊，哪里。有人在你称赞你的时候，你就会哪里，是不是？啊，哪里，对啊，卡巴，英文吗？跟中文吗？
啊，中文是哪里哪里嘛，对，啊，考吧考啊考，对，就是这个，对，这个跟这对，这真的跟中文一样，哪里哪里，对，也是完全单音的，就是哪里嘛，考吧。康培也不行多，你张文学考啊考啊，哪里哪里，谦虚啊，谦虚，념충념충념충 산yap다 냠아 냠충 냠충是냠충发音的话是냠，但是我觉得是냠충 냠충吗？냠다 냠충 냠충 냠충发出来的声音是通常会냠충，那字写的话应该냠충，是不是？냠충，냠还是냠？有没有？哪个字？这个吧，对不对？냠충就是中文翻成什么呢？谦虚吗？有没有翻成谦虚？英文里面是说弱小、无力、弱小、无力。냠충但是英文它有写 humble 啊，就是字典里面的中文是写弱小，但是英文里面有一个 humble 谦虚的意思。humble，냠충，但是发音发出来的音会냠충，킹종吗？你说 킹종吗？카종 뭐 킹아 킹종 뭐 카종 킹 아사 킹 아니 사가다 가야다 킹충 킹충 这个吗？ 킹충 那有没有 킹종 再一个加一个종有这个吗？종 킹종 或 킹종 king 应该这个不是有吗？对，萨克达盖的加小句종 킹종通常是会讲 킹종 是很少讲到 킹종 就是完全是谦虚的之意的 킹종 就像那个七天菩萨不是写那个写作那个入行论的时候，他前面不就写了我要讲这个法的是，我也没什么要，他当初讲法的时候，他就说我没什么要好，我没什么要，以前没人讲过的法，我也没什么要讲的，就是我没有什么要说，好像因为听法者觉得说好像有一个特别人家没有讲过的，他这次又可以讲一个，他就那个时候
提到的时候，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我讲的就是以前都已经讲过的嘛，意思是说，这其实也是一个这个king用嘛，谦虚段里面king用对。这个냠chung，我如果直译的话，可以修成这个냠chung嘛，냠chung有个是一个低调，因为中文的话，低调。那发音的时候就不会发，口语里面不会发냠chung，到很多时候냠chung 냠三声大냠嘛냠，这个音会比较多，口语里面，但是字写的时候不能写这样，错字嘛냠。本身是냐，上面有一个上加字才会发出냐，对不对？냠chung，OK，这个发音重发出吗？重，萨嘎达盖的加，萨嘎达盖的加是不是重？加是不是中加是不是中king中，对 king 中，中单一的吗？中单一的我看一下我也是想不起，马上。天是傲慢的意思。听吧。走近的意思，不然怎么变天使？它有变成中式，它的含义里面它有变少嘛，变少后置是变少变小，就是本身是傲慢嘛 king， 你傲慢大，那么大的要变小嘛，你本身这个很 king 就是已经有很傲慢的样子，你把那个稍微小一点变，就是重视把这个呢变小，那就是刚刚讲到的谦虚嘛，就这个字是这样来的，就这个字本身就有个变小跟少，而且就是这个是一个动词嘛，用变少跟变小，所以本身就是很傲慢的，这个 king 本身是很傲慢的一个词汇，反正这个有加这个就变相反变少，所以 king，냠총，他说是냠，一般的냠是一个냠特步，就是很有价值的那个会说냠嘛，没得냠都这个很有价值，摆 pose 的那种，
变成加成大话变小了，严重。OK，这个比较简单，对不对？这个对你们来说，这个句子比较简单吧？应该大家都可以嘛？你们一起念一下嘛，这个练习一起念。这是拉过了，我这。OK， next。你们啦，日色可对，建议真的有人，日色可对，建议真的有人，日色黑不啦，建议真的有人，日色黑不啦，建议真的有人。日色黑不啦，建议真的有人。日色黑不啦，建议卡嘞，落个有人。日色黑不啦，建议卡嘞，落个有人。既然有语言的课的话，什么样的语言？对不对？就会有一个问题嘛，什么样的语言啊？记忆卡了，热啥？黑不啦？语义，记忆，落不有人。热啥黑不啦？语义，记忆，落不有人。这是相当于我们的佛学班的课嘛，这是礼拜三的课。好，这个应该都可以，这个是相当于我们的课的，你也可以问一下嘛，就不用讲你们了，就直接问。对。日萨卡对建议真的有人。讲他的名字嘛。麒麟呐。麒麟呐，日萨卡对建议真的有人。日萨哈巴啦，建议真的有人。日萨哈巴啦，建议卡嘞落基有人。日萨哈巴啦，背基建议落基有人。清明啦，日萨建议真的有人。瑞莎哈巴拉给一顶扎有瑞。日萨哈巴拉建议卡在落基有人。瑞莎哈巴拉培基给一落基有瑞。会啦，瑞萨卡杜给一紧扎有瑞，雷萨哈巴拉给予紧扎有蕊，瑞萨哈巴拉给一卡瑞落基有瑞，雷萨哈巴拉培育给予落基有蕊，朱迪拉。雷萨卡对卡伊
对不起，出来。朱迪啦，雷萨卡最介意紧扎有蕊，雷萨拉巴拉给伊紧扎有蕊，雷萨哈巴拉介意卡瑞洛基有蕊，雷萨拉巴拉给伊罗基有蕊，벽이 게이 로브 요래. 아, 그게 因为他要问是个什么语言呢、教什么语言呢、你要就回答是什么样的语言，벽이 게이啊，啊，那不能讲不给。可以，你就讲了热萨拉波拉벽에 로브 요래就可以，你就不用讲기다이 벽에 로브 요래，这样可以，热萨拉波拉벽에 로브 요래。 冰箱啦，雷萨卡杜per伊，对不起，冰箱啦卡塞卡杜给对，伊，卡塞可对，卡塞卡哪杜哪里有卡塞？雷萨 ，sorry， 雷萨卡杜给伊紧接有蕊， 레사 하발라 게이 진짜 요래. 雷萨哈巴给伊卡瑞洛基有蕊， 레사 하발라 이 게이 진 롭기 요래. 벽에 베게 롭기 요래. 可以벽에 로브 요래。 소이라 레사 카드 게이 진짜 요래. 레사 하바라 게이 진짜 요래. 레사 하발라 게이 카레 롭기 요래. 레사 하바라 베기 게이 롭기 요래. 平宜啦，雷萨卡对给紧张有嘞， 레사 하바라 게이 진짜 요래. 雷萨哈巴拉给卡雷洛基有嘞， 레상 하바라 per 이 게이 진 로기 요래. 嗯哼， 아이비라 레사 카두 게이 진짜 요래. 瑞上哈巴拉给印紧扎有蕊， 레상 하바라 게이 카레 요기 요래. 瑞上哈巴拉可给给印拉出拉就对，lob 요래。 拉给有蕊，对，嘎错啦，嘎错啦，那个蕊啊，嘎错啦，假错了，哦，嘎错，嘎错啦，瑞上卡都给印紧张有蕊。 雷萨哈巴拉给伊紧张有嘞， 瑞上哈巴拉给印坎瑞罗基有蕊， 雷萨哈巴拉给伊给伊洛基有嘞， 嗯嗯。아, 계속 말해. 뒤지我 next 的机会有没有 ？next 可是的了。下面。啊，得了，领的，给你。医生啦，能去6000卡对有嘞， 낭초에 럽첸 이제 사부부당 뱀바라 요래. 医生啦，能去6000니가 nga做嘞呗， 마제 이제 사부부라 지조당 이제 사 뱀바라 강조제. 啊，干什么？啊，是。对，你问他了。
看现在，麒麟啦，囊血落成卡对有人。南缺六间热沙瀑瀑布汤，瀑布瀑布汤汤，边巴拉边巴拉有人麒麟啦，囊血落成你个我做了日本。马热热沙瀑布拉七度汤，七洲汤热沙边巴喷巴拉亚洲人。啊，好，不错不错。秋萍啦，南雀六千卡杜有人，南雀六千瑞萨波巴糖，波波吗？波巴波布，你那个是波啊，波波布糖，边巴拉有人。秋萍啦，南雀六千人家野畜啦，亚洲亚畜啦日本。马瑞瑞萨波布瀑布，我给你等下，波布啦，不对啊，这个怎么念波啊？波这两个有没有区别？波对，这是坡，这是坡。哦，那现在波布，对，吃葡萄皮，是飞的意思，这个坡布啦，锦州糖瑞萨，七州糖瑞萨，边巴啦，亚洲人，嗯，会啦，南翠六千卡杜有人。南錯撈青離沙瀑布糖邊巴拉有人。會啦，南翠六千二家。哦，对，你个亞洲啦，瑞貝。美磊，這個馬磊，马的，对，馬磊，離沙瀑布啦，濟州糖離沙邊巴拉亞洲嘞。哦，等一下，这个怎么念？啊？拉整个雷他雷。哦，那这个呢？拉整不？他雷，不一样吧？啊，一个是拉整不？雷他拉整不
日他日，日他日，没有卷舌啊？有吗？来呀来，这不是有卷舌吗？拉等过来来，这有没有卷舌啊？来，日，拉等过来，这有卷舌。日有卷舌吗？拉等过日他日，日来来来，是吗？嗯，拉，这边是拉嘛，拉，拉，拉，哦，声音舌头，我在拉，拉，这是ra，ra，啊，ra，啊，对，ra，拉，拉。热门的那个热啊，有卷舌吗？热啊，那个热门的那个热，这是拉拉，我们说拉，这个拉，嘞热啊。Judy 啦，人错落青卡住有嘞。两侧肉圈瑞萨瀑布糖边巴拉油蕊。Judy 啦，南错落青你家亚洲啦，雷北。马瑞瑞侧瀑布拉啊，对不对？瑞萨瀑布拉。秋秋糖瑞萨，七秋糖瑞萨边巴拉昂错瑞，昂错瑞，昂错，那个山呢？山哪山昂？山啊当啊，山啊当啊，压错，对，压错瑞。冰箱啦，冷脆肉青卡住油蕊。冷却落成热沙普布糖边巴拉油蕊。冰箱啦，冷脆肉青米加硬粗啦瑞贝。马瑞热沙普布拉七周糖热沙边巴拉亚洲人。哦，等一下啊。好。Judy，你这个怎么念？啊？俺错，沙，三当啊，这个本身是嘛，那变成前面有那个上加沙，上头头尾沙变成了不是这是这是错，俺错，发音有区分吗？你们中文没好像没有这个音呐。中文都没这个音发音字。错，对。所以啦，冷却落成卡对油蕊。冷却落成热沙瀑布糖边巴拉油蕊。所以啦，冷却落成依家亚洲啦油蕊，亚洲啦蕊呗。马瑞
瑞萨喷波拉吉卓堂，瑞萨本巴拉阿卓瑞，还有，平宜啦，南雀6,000卡对有嘞， 남주 로첸 레사 푸푸탕 레빠라 요레 平宜啦，南雀6,000你个阿卓啦瑞贝。 마레 레상 푸푸라 치줄탕 레사 레상 댐바라 边吧， 뱀바 뱀바 나조레 아이비라 남추 로첸 카두요레 冷却南雀若千瑞上瀑布躺边巴拉有蕊 아이비라 남추 로첸 니까 푸 나초라. 남초라 日呗， 레베 马瑞上瀑布躺瀑布拉七桌躺瑞上边巴巴拉那阿桌卓蕊瑞，很好。错了，朗错肉签卡卡对，杜有蕊。 낭추에 롭첸 레사 푸부탕 뱀바라 요레 搞错啦，南雀有千你零个嘎阿拉卓啦，错啦，日呗，对， 마레 레사 푸부라 치조탕 레사 뱀바라 나조레 嗯，很好。 医生啦낭추에 음, 롭첸 어. 가두요 不用这个，已经讲过了，所以现在你们看这个我们没有读，你们都可以念得蛮顺的啊，只有几个字区分不出以外呢，其他都你们都可以念，我没有跟你们一起念，你们都可以念得很准的，啊。啊，对，哦，我们刚刚那个，我带引一下啊，米曼拉，南区6,000卡对有的，南区6,000卡对有的，卡对有，南区6,000，热啥？瀑布汤，边巴拉。 有嘞，南区6,000，热色瀑布汤，边巴拉有嘞，米曼拉，南区6,000，你个阿住了日呗，南区6,000你个阿住了日呗，马的，热色瀑布啦，七柱汤。 热色边巴拉，阿住嘞，马嘞，热色瀑布啦，七柱汤，热色边巴拉，阿住嘞，啊，好，这个先我不带你们念。 看才知道你们哪个地方念不准，明白？看你们字，医生啦레사 니마 녀소 요레베 사니마 녀소 요레 아니 레사 뱀바라 녀소 요마레베 요마레 레사 뱀바라 낭최 진짜 낭최 롭첸 요레 치리나 레사니마 녀소 요레베
sa ni ma 哦， sa ni ma 年兽 so yo re Resa pembala ngenso yoma ribe. yo ma re re sa 变不了，巴啦，南南雀雀六六千千有有人。理，对，秋平啦，这啥你妈，眼瘦有人呗，沙尼妈野兽有蕊，这啥变巴啦，眼瘦有人有马人呗，有马蕊，蕊兽边巴拉，南雀六千有蕊，嗯，很好，会啦，蕊萨你妈野兽有蕊呗，傻你妈，你收有人，蕊兽边巴拉，野兽有马蕊呗，有马嘞，雷萨奔巴拉，南臭六千有人，能去，南去嗯，南去。Judy 啦，雷萨你妈，你妈，艺术有人呗， so 你妈年兽有蕊，雷萨奔巴拉，艺术有马雷呗，年马有马瑞，雷兽边巴拉，南雀六千有蕊。嗯嗯，冰箱啦，没错，你妈年兽有蕊贝。这啥？瑞萨，对不起，我每次瑞萨你妈年沙有蕊贝，沙你妈年兽有蕊，年沙边巴拉年兽有马瑞贝，有马蕊，蕊萨边巴拉，南雀六千有蕊。所以啦，蕊萨你妈年兽有蕊贝，沙你妈年兽有蕊，蕊萨边巴拉年兽有马蕊贝，有马蕊，蕊萨奔巴拉，南雀六千有蕊，平一啦，蕊萨你妈年兽有蕊呗，松你妈野松有蕊，蕊萨奔巴拉年兽有马蕊呗，有马瑞，蕊萨奔巴拉野松南去六千有蕊。艾维拉，雷桑你妈，南松有蕊呗，年松年兽，年松有蕊呗，傻你妈，眼送有蕊，雷桑奔巴拉，年松有马蕊呗，有马瑞，瑞上边巴，拉边巴啦，能南去错南六千雀六千，六千有蕊，嗯哼，错了，讲错了，看错啦，眼上你妈，眼松有蕊呗，啥你妈年兽有嘞？瑞上边巴啦边巴啦，年眼兽送有马马瑞，有马嘞，雷萨奔巴拉南雀六千有嘞。 ，OK，好，可以了，那我们跟大姨念一下，怎么了？这是你妈的，年兽有理呗？啥你妈的？年兽有理，这是变巴了。年兽
有马的呗，有马的，日色变不了，南去落千有人。哦，你没有带也是念的不错啊，你们。然后那个念说要念说，一定要这个念这个说，你不念那个说当念，你有点念啥，念啥。如果像念啥，不念那个啥，你就有人会念念啥嘛，念啥，念啥就是人家会听出来的是就睡的地方，念啥，就是念啥，没有这个卡，翻译成念啥，念啥。颜色就是睡觉的地方，叫颜色，就不漏掉一个，拿了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就是礼拜天没有睡的地方吗？颜色有马的，就是人家听出来是。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谢谢。老师，你那么做，什么叫难过？